以道自見，釋經靈修。那試探的人，馬太福音4章3節。那試探者進前來。馬太福音嗰個說話當中啊，那試探者進前來呢個嘅說話，其中一個細節，確實值得我哋去深思。同路加福音嘅描述相比，馬太特登係去加入呢一幕，好似要讀者去停低落嚟，感受嗰個試探嘅逼近。路加福音直接去記錄魔鬼嘅說話，魔鬼對他說，而馬太佢選擇去先描寫呢個試探嘅臨近。佢話那試探者進前來，呢個嘅細節並唔係一個多餘嘅筆墨，而係整個試探場景注入我哋更加深層次嘅一種嘅張力同埋層次當中。試探嘅到來並唔係突如其來嘅，而係步逼近嘅。馬太福音所描述嘅，讓我哋去感受到嘅係一個好似試探嘅腳步聲，嗰種無形卻真實嘅壓力漸漸去籠罩喺我當中。呢度所講進前來嗰個動詞，正正係描述咗一種主動同埋靠近嘅行為，帶住一種嘅目的同埋意圖。試探有啲咩嘅本質咧？佢唔係等等一種嘅外在嘅挑戰，而係一種我哋對於我哋內心嗰種嘅攪動。馬太福音用那試探的人進前來呢個嘅細節，提醒我哋試探嘅接近並唔係總係以一種好明顯嘅方式嚟到出現。佢嚟咗，佢靠近咗，意味住呢個試探已經進入我哋耶穌生活嘅場景之中，成為佢必須面對嘅現實。嗱，至於那試探者係嘅身份係邊個咧？馬太福音並冇急於嘅去揭示呢一點，而係一種比較用一種模糊嘅方式去呈現。佢係邊個咧？係男定係女定係咩嚟嘅咧？呢種嘅模糊性反而讓試探嘅本質更加嘅普遍化。試探並唔總係好具體嘅方式去顯現，而係一種各種嘅形式滲透喺我哋嘅生命之中。耶穌所面對嘅試探，即係我哋每個人都可能會經歷嘅生命掙扎。馬太福音呢個嘅細節提醒我哋，試探嘅真實係無可避免嘅，但係耶穌嘅榜樣會話俾佢聽，聖靈係一切嘅答案。試探接近並唔可怕，因為我哋擁有嗰位同我哋同行嘅上帝。當試探臨近嘅時候，我哋會唔會好似同耶穌一樣，選擇依靠聖靈勝過一切挑戰呢？以道自見，釋經靈修係由建道神學院推出，作者陳偉安，播音葉清、陳偉安。